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回到神的教会，就是要来敬拜他。神的国是永远的国，阿们吗？并且神他要掌权到万代。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所站立的国是谁的国？我们所站立的国就是神的国。因此呢，神他掌管我们，统管万有，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呢，我们来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不敬拜神那才怪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属乎他，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是要连结于他。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福分，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你现在所拥有的，无不是从神而来。倘若我们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知道这一位神他是赐丰富的神，是造我的。那我们敬拜神，你的心呢就会打从你的心里呢，你会完全的把你的心掏给我们这一位真神。这就是我们的敬拜，阿们吗？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找你，大概来找3位弟兄姐妹，然后呢你可以来跟他击掌一下，你来击掌一下，你跟他说，敬拜神是我们的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吗？在这个时候呢，好，牧师呢也要来带领我们。首先我们要来 RPG， 好 RPG， 首先我们 RPG 是什么？来，我们做一个动作，来 RPG， 第一个，把我们双手高举，我们来这里就是要先来赞美神。第二个呢，为地球，为国度，我们为国度来祷告。好，然后呢，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来祷告。第3个呢，为对方来祝福，为对方来祝福。好，现在呢，我们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来，现在来两个人。好，会的人来找不会的人，我们来帮助他们，2句就好了，祷告2句就好了，不要长。好，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来找这一些没有在小组里边的，我们来找他。每一个人都要来 RPG。好，赞美2句话，为国度祷告，为教会祷告2句话，就换下一个，为他祝福。哈利路亚。好，我们那个 Boki 这边没有对象，我们有没有谁 ？Boki， 你再找一个人来为他，跟他一起祷告。好，来 Boki 跟青林长老来。哈利路亚。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声回应阿们。哈利路亚。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赞美他是必要的，我们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称颂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国度地球来祷告，为教会祷告，再来为他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垂听我们的祷告，那祝福必然临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哈利路亚，我们要一起来使徒信经，我们一起开口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
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门。阿门。我们来一起来宣告：天门大开，我大声来赞美；天门大开，我大声来赞美。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跟火热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来拍手，星星闪烁着你的荣耀尊贵，宇宙万有宣扬你奇妙作为，全世界都要来认识你和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你海蓝天里听见赞美声音，你向万物称颂高举你生命，全世界都要来赞美你和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来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靠着你恩典活着每一天，我一生的救恩都在你里面，你是罪人恢复活出新生命，透过十架在你光中的结晶，你的爱是我唯一所需，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来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靠着你恩典活着每一天，我一生的救恩都在你里面。宣告开启我的双眼，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靠着你恩典活着每一天，我一生的救恩都在你里面。当我们再来唱我们的桥段的时候，我邀请你们跟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灵，因为上帝是配得赞美的，阿门吗？阿门，我一起来唱。你的爱是我唯一所需，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你的爱是我唯一所需，我要寻求你道路和心意。我们一起来唱。来开启我的双眼，让我的心看见，在你里面不可思议的一切，
圣灵要来触摸我们的心，要来亲自对我们说话，因为神爱我们。阿们吗？我们再一次敞开我们的心，高举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用我们一颗诚实敬畏神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他配得。救主神灵。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个等候他的心。我们等候他，乃是请他的灵进到我们当中。因此，神他将各样百般的恩赐赐给我们，叫我们因着信成为义人。阿们吗？因此，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神就赐给我们有一个祷告的权柄，有一个分赐的灵在我们里头。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为了我们正评小组来祷告。正评小组有在这里，请挥挥手，举高挥挥手一下好吗？正评小组的同工，好，我们来为这个小组来祷告。真是求神大大的施恩在他们铁三角的身上，让他们用神的爱智慧来引导他们的小组，让他们的小组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阿们吗？也成为家庭祝福的管道。阿们。我们将我们的手来举向这个小组。好，我们来举向他。你一定要确信你所祷告出来的神必要聆听，并且要应许。我们把那个属天的蒙福来分赐在正评小组，我们为他们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你的灵这个时候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特别为了正评小组，主啊，你赐给他们铁三角同工，在主的里边，主啊，他们得着你的恩赐。主啊，你要将你的灵放在他们的里头。主啊，当他们服侍众人的时候，你亲自来服侍他们。主啊，当这同工他们的家庭里边，他们的生命有任何需要的时候，主啊，你都与他们同在，并且主啊，当他们服侍人的时候，你先服侍了他们。主啊，让他们的组员每一个，主啊，他们都有默契的，他们灵里面是合一的，在小组长、副小组长的带领当中，主啊，使这个铁三角主在你的里面兴旺起来，也使他们的小组兴旺起来，成为神所爱的，成为神所祝福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来到神的面前，就必带着一个圣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必然要放下你的重担；来到神的面前，你悔改的心，神悦纳了。弟兄姐妹，放下，也释放我们所有在今天之前，在这一周里面得罪神的，我们求神来饶恕我们。阿们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饶恕，
我们也求神来释放我们所有伤害人的，或者是被伤害的种种那个从仇敌来搅扰我们的情绪的，我们得罪人的，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都来带下饶恕，让我们的心得着平安，身体得着医治。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赞美掌声归给我们的神，我们喜爱他。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主耶稣，我爱你。我们跟主耶稣挥挥手来，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你是我的所爱。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攻读圣经。今天的圣经经节记载于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到13节。约翰福音第6章第5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以上，愿神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今天的题目是看见与神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聚集。我们来到神面前，每个人的心都是需要敞开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阿们。我们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来，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当然是充满了喜乐，在这里敬拜，并且我们是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以及他十字架的救恩之上。阿们。对，所以我们应该专注的在这里敬拜，我们所摆上的时间就必带来的果效跟祝福。阿们。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耕耘我们的心田，让它是充满了真善美善的。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神的话语。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能力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敞开，灵魂苏醒，我必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熟悉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叫做看见与神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潘牧师到一个早餐店去吃早餐。那我们一坐定位下来，就发现有一个好可爱的小孩子在那里分糖果哈。哇，看到我们2个坐下来，就很喜乐的拿了
2个糖果给我们，说：“哎，这要分享给你们的，要送给你们吃的，很好吃哦。”我说：“哇，小妹妹，谢谢你哦，早上就有祝福，就有礼物哦。”她说：“对，这是我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哇，整个早餐店充满了他的声音哦，而且充满了欢笑，好像打破了整个的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隔阂哈，就因为这个小孩子啊，其实我们拿到的巧克力糖啊，我看全场人没有一个人吃，因为都是叔叔阿伯的那种哈，阿嬷的那一种的，早餐不会吃这个东西嘛。但是因为这小孩子这么天真可爱的，这么乐意的分享，这么有胆识的，让我们都一起感觉这孩子真的是好可爱，而且打从心里说，这孩子必是神所祝福的孩子。看到这孩子，我就想到5饼2鱼的小孩哈所以我相信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从神而来所领受的，我们很乐意跟人家分享，并且我们的分享是带着喜乐跟祝福的。阿们。好，所以求神祝福我们了。我们需要更多一点的热情，才能够去感染别人，对不对？才能够把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力能够散发出来。所以你跟隔壁说，要多一点的热情来。对，我们的神是大发热心的神，对不对？因为神是大发热心的神，所以你的小事神才会在意啊，对不对？如果神是这样很酷的，你的小事他会在意吗？不，因为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神的热心，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在旧约里面，如果你查耶和华的热心，你会看见都用很大的字写出来哦，很特别的，那表示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是热情的神，因为他的热情，所以我们才能够体会享受他与我们同在跟祝福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看今天所读的5饼2鱼的故事，我相信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就很熟悉这个神迹的故事哈。但是很特别的，牧师提醒的就是很特别哦，在4福音书里面，4福音书是哪4福音书呢？我们考看看来。对，我们也称它为共观福音。我们说共观福音来。其实前面3卷才叫做共观福音。何谓共观福音呢？就是它所记录的都是一样，记录耶稣在世上他出来供生涯传道的这一些他所说的所行的一切事哦。但是很特别的，5饼2鱼的神迹，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而这都有记载，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个作者看的角度不一样，对不对？所描写出来的，把它整合起来，就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当时候发生的事情。哇！如果有一场车祸，警察会叫什么？叫哪一些人来那个？除了当事人以外，最好是还有什么样？目击者，而且目击者越多人越好。因为每一个人看的角度不太一样，那这件事情就可以完全的来真实的呈现出来。所以很特别哦。约翰他在记录5饼2鱼的故事的时候，他很特别，跟其他的书卷不太一样。他很强调的就是这些人物的那些的互动，他们讲的话他们把它描述的都非常的清楚哦。所以我们借着这样子，不只看到耶稣行神迹，更看到在人跟耶稣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过程，都可以看出哇，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是让我们可以更明白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如果我们相信耶稣行了5饼2鱼，帮助这么多人的话，你也要相信，在你的生命上，那小小的些许的5饼2鱼也会化为神迹。阿们。你跟隔壁祝福，你的5饼2鱼要化为神迹来。你的5饼2鱼要化为神迹。对，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牧师提出这几个要点，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看耶稣他出来攻生涯传道，刚开始哇，很多就吸引很多人，因为他行神迹奇事，哇，所以很多人都跟着他，而且他所讲的话不像一般的这些什么拉比一样的教圣经的一样的哦，他讲的非常的有智慧，而且能够把神的心意能够诉说的清清楚楚，所以就很多人跟从他。我们知道耶稣在传福音大多的时间都在加利利，对不对？而且以加利利海周围为中心哦。而今天耶稣到哪里呢？今天耶稣就是带着门徒到加利利海的北边啊。我在画那个巴勒斯坦的地图哈，加利利海在这里，对不对？哦，黑门山在上面，然后一条河叫做什么河？约旦河就贯穿加利利海，然后一直走到哪里？下面这个什么叫什么海？死海，对哦，就直线这样下来哦。那今天耶稣在哪里呢？他就是到加利利海的北边，然后约旦河以东，那你就知道有概念了，对不对？哇，耶稣带着门徒，哇，在这加利利省这样不断的传道，而今天他就带着门徒到加利利海的北边，然后就在约旦河以东，这是我的方向哈，你们的方向可能是这边的哈，以东是在这边，对不对？牧师弄的是我的方向哈。OK， 好，那我们就知道，有很多人就超前部署，你知道吗？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他们就去那里站好位置，哇，最佳的位置。那耶稣带着门徒就到一个伯赛大的地方，这伯赛大有一个山丘哦，耶稣就跟着门徒在那里，哇，他们一坐下来，一大群的人就来了。耶稣这圣经记载哦，耶稣整天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并且医治需要医治的人。哇，已经怎么样？太阳快下山了，圣经就记载说，他就转身跟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一些人吃呢？”哇，为什么耶稣会特别对腓力来问这一件事情呢？因为腓力，如果我们知道，腓力是第一届的耶稣的门徒哦，耶稣的门徒当中第一届的有腓力，而所以呢，耶稣在今天做一个期中考试，他转身过来跟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一些人吃呢？”因为耶稣知道这些门徒跟从他已经一段时间了，看见耶稣所行，听见耶稣所说，而如今他们应该打从心里来明白神的大能，耶稣的大能。然后我们看腓力怎么说呢？腓力就是盘算一下，他一眼望去，哇，上万人呢，就打点一下，数算一下，就跟耶稣说即便我们有20两银子的饼，也不够他们吃啊。那20两银子到底当时候跟现在比是怎么样呢？有人就换算过，大概就是一个人的半年的工钱了。一个人半年的工钱，那我们想说，半年的工钱好算30万好了，30万已经是大数目了，对不对？哇，腓力跟耶稣说，即便有30万也不够这一些人吃。他讲这话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算看看嘛，1万个人以上，我们算1万个人，30万一个人分多少钱？我们这里有经济学家这个最简单的还要问他，不用吧？问小学生就可以了。多少？一个人分30。OK， 如果今天早上妈妈你要出去买早餐，你就领得30块钱，60块钱好了。你要买2份，你要买什么东西？如果是午餐呢？哇！真的是，就真的买几个饼干吧，对不对呀？所以腓力讲的有没有道理？很有道理。
精算一下就知道。所以呢，门徒啊，我看所有的门徒都在那里点头，跟耶稣说：“对呀，就是这样啊，那么多人不可能吧？不可能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到底耶稣不知道吗？耶稣不知道当时候物价的行情吗？耶稣不知道当时候没有 Uber Eats 吗？耶稣难道不知道当时候还没有 ATM 吗？是不是这样？对呀，那到底耶稣要腓力回答什么？你问隔壁的好了。如果你隔壁是腓力，你跟他问说：“哎，腓力，到底我耶稣要你回答的是什么？”问看看好了，看有没有人答案给你。哎，有没有答案？隔壁有跟你说答案的，你举手一下好了。好，来。健身，你隔壁给你的答案是什么？啊？哦，你看着办吧。很豪爽的，对不对？看着办吧。游戏啊，不边啊。对对对。还有没有答案？有没有？还有隔壁有给你答案来。哦，等一下，家己。啊，这是非常的乡土话啊，歹势食家己，啊若无就是家己狗牛屎。啊，这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真的会遇到的。到底耶稣要腓力回答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好，那我们看腓力他所思考的跟耶稣所问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对到位啊？那很重要。耶稣是问说从哪里可以买饼，对不对？那腓力是说这需要多少钱？那这钱从哪里来？有没有？耶稣是说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么多饼？但是腓力说啊，钱在哪？我就想到很多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就有这样两种不同的观念有大部分人都会说，我们要建堂，好棒哦，我们一起来我不是很多钱，但是大家一起来，我们可以成就。如果我们教会再有新的一个建筑物的话，哇，可以荣耀神，而且我们可以更熟悉，哇，更棒的、更好的这些设备，不止我们可以很专注的来敬拜神并且怎样可以让邻里知道我们教会是兴旺的，是神祝福的，对不对？对不对？阿们吗？哇，你们是打瞌睡还是不理我？但是有一些人就说钱呢？这么大的钱，上亿的钱从哪里来？牧师，你还要再挖我们的钱来奉献吗？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有没有？还是有啦。所以呢，腓力当时候的回答，现在的人还是有腓力啊，对不对？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然而，求神帮助我们。神的事岂是我们用算盘可以算出来的？人家做生意就500万就可以做5亿的生意，但是我们教会有500万不敢做500万的生意很特别我们的信心在哪里？这值得我们来思考。难道腓力他忘了吗？他一路跟随耶稣，他不是有看过耶稣把水变成酒吗？他不是有看过那撒玛利亚妇人正午出来提水，他会太干渴了。他知道耶稣知道他内心真正的渴慕是什么，给他一个生命的活水吗？难道他忘了大城的孩子因着耶稣让他可以得到痊愈吗？腓力都有经历而如今神要给腓力的期中考试，就是要让他好好的再回想过去。如果过去有神迹，今天不会有神迹吗？对不对？如果过去神的大能够成就，耶稣基督能够行这么多的神迹，而如今耶稣面对1万人需要吃饭，难道他就没有能力吗？
这是腓力需要思考的，这是跟随他的门徒需要好好的静心来思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跟随耶稣久久的，你是基督徒久久的，你过去有经历很多的神迹在你的生命、家庭，在你的处境里面，而如果你今天还陷入在一个绝望当中的时候，那是神的能力没有了，还是你的眼睛已经转移了焦点了？耶稣有看见人的需要，但是耶稣也要我们来看见，当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看见人的需要是可以看见耶稣的心意，并且我们要转移到耶稣的身上，那才是我们应该要的。我们看这段经文不久之后，耶稣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是的，就是在同样这一段经文的后面，耶稣把答案讲出来了。阿们。腓力考试没有怎么及格，但是耶稣依然是爱他，把真正他需要了解的能够告诉腓力跟他的门徒。所以主的作为是超乎想象的。所以基督徒，我们的想象不会局限在我们的经验跟我们手上所拥有的，我们要相信，当我们乐意的时候，神的作为是超乎我们想象的。阿们。你跟隔壁说，神的作为超乎想象。来，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门徒，耶稣的门徒安德烈就说，他就带着一个小孩子来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哇，当时候其在当中竟然有一个孩子说，我这里有麦当劳的儿童餐对不对？原来大麦饼当时候是给比较贫穷的人他们的正餐使用的。而2条鱼呢，不是活鱼还需要现烤不是怎么样？小鱼干就是晒以后然后就是鱼干的。那吃大麦饼比较没有味道嘛，鱼干咸咸的，就这样配这是这个孩童的他所带的一个不管是午餐还是晚餐我们就看见门徒安德烈带着这孩子来。其实安德烈也知道说，这么一点点的儿童餐要给我们100多个人吃是不够的，对不对？大家不是要剥饼吗？不是不是，当然是不够啊。但是安德烈虽然他肉眼看见的是不够，然而他乐意，他也相信带到耶稣的跟前，就看耶稣看着办吧，对不对？这时候真的是看着办然后呢，明天再回家吃自己，今天晚上耶稣就为你预备。哇，答案都有了OK， 太好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很特别的，这5饼2鱼在孩童的手上，甚至在安德烈的手上，跟在耶稣的手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叫众人坐好，他就注谢了，开始剥饼。怎么这饼越剥越多，对不对？哇，大家都排着上万人呢，不容易哇，这些门徒就一起来服侍，来让这些人大家都可以得着饼来吃饱。所以5饼2鱼在人的手中跟在耶稣的手中是完全两样的结果，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交给主就是神迹的开始，你确信吗？你现在有什么难当的事情，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你还靠着自己不断在那里煎熬吗？如果你愿意把你这5饼2鱼交给主，在人来看是小小的，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神的热心
要成就五饼二鱼，让它化为神迹。所以把它交给主，你愿意吗？交给主就是神迹的开始。如果你要经历神迹，你必须要像这孩童，把五饼二鱼交给主。阿们。你对自己说，我要交给主，来，神迹就开始，来，是的，这是你我的信仰，是我们可以共同经历的，也是我们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后来这里可以来思考，上帝祝福我们永光教会，让我们过去在建堂，在不管是硬体跟软实力当中，我们有不同的阶段在进行。我们感谢主，从小巷子里面让我们看见异象，搬到大马路旁，从过去的公寓50平窄窄的100多人挤在那里，让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是一个宽阔的地方，是一个舒适的地方。好，每一次有人来看我们的礼拜堂，都会说，那你们的门徒你们的信徒在听讲道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打瞌睡？我就怀疑自己为什么当时候要设计这个椅子。后来我坐一坐，我想那很难对不对？因为我有预备那个电击棒啊，对不对？没有了。对，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他话语的能力激发我们，所以我们在每个过程里面，我们都经历了神的祝福，也带领每个阶段需要的人到我们当中来。这是我们过去20几年来所经历的。而我们也相信，神不只是让我们在硬体，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的设计装潢啊，已经20年了，你知道吗？20年了，我们都保持得这么棒。哇，我们永光教会的这是那个什么很高级的国民啊，等级最高的超级无敌强的国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怎么样爱惜我们的环境，因为这是神量给我们的，是我们过去的这些我们的长辈们他们这样不断累积的一个结果。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信心要经历。所以明年2022年就是永光教会设计50周年哦。那50喜年，我们应该献上什么来感谢回应神的赐福呢？我们看从去年开始，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世界好像重新调整，对不对？重新洗牌的那种感觉。而在教会，我们以基督信仰为主轴的，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挑战，回应这样的挑战？这也是我们需要一起来努力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盼望把福音更广传出去，但是我们内部我们要成为很强大的一个军队，基督的精兵，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不是吗？所以愿神给我们好好的来思考。我们在等一下礼拜结束，我们请所有的同工铁三角，我们一起来，为是要把未来怎么样有那些策略方案，我们好好的来努力，好让我们在明年能够献上，让主喜悦，让神的心意更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这是我们要一起来努力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需要有热情，对人有热情，对福音信仰有热情，敬拜有热情，祷告有热情，分享有热情，这样才能够继续把神的恩典跟能力不断的扩张彰显出来，这是需要的。所以乐意的分享可以带出无限的恩典出来。阿们吗？这是愿神帮助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信，就像以赛亚先知他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来：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对，
先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耶和华亲自对他说，也是在对我们说：天怎么样，离地有多高，那照样他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他是高过我们的，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交给主，我们就可以经历神的作为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因为当我们乐意更多的分享出去的时候，那就是见证，而见证就能带出神的大能出来咯。 OK， 最后我们跟隔壁说好不好？你的五饼二鱼在主的手中就有无限的可能。来，阿们。愿神帮助我们。如果神让你看见，就是让你看见他的心意，不管是对事对人，但是让你看见，你就要用神的意念来看来思考，不是用人的意念哦，是用神的意念，不是用自己的利益来看，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相信你会理出神要你做的事情，你会看见原来神要借着你来成就美事，在你所看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上。阿们。这是你我在今天可以经历的。阿们，好不好？我们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再来读今天的金句哈。我们再来读一次。来，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9节。再一次来，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9节。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刚才开始有 RPG 对不对？我们现在再来一次 RPG 好不好？透过今天你所领受的，你等一下我们一起跟刚才的人不一样的组合好不好？好，我们找3位，2位至3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先是赞美，然后是代求，最后彼此的祝福。我们再来一次哦，把成员不一样哦，我们跟刚才的成员不一样哦。如果找不到人的，就来找牧师哦，好不好？来，前面我们的青少年也是哦，来，我们一起来，跟刚才的人员不一样哦，好不好？好，来，我们用2分钟的时间，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彼此的赞美神，我们彼此代求，彼此祝福。阿们。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
看见你在伤痛人群中激励，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击，肉体的痊愈，希望在燃起。主，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公义，看见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忧愁已挪去，希望有意义。我们从头来哦，好，来，我们一起来。主，看见你在伤痛人群中激励，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击，肉体的痊愈，希望在燃起。主，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公义，看见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忧愁已挪去，生命有意义，你的爱永不止息，毫无保留，为我牺牲到底，你的话坚定不移，超乎想象，成全神的旨意。主，看见你在伤痛人群中激励，看见你在绝望人群中打击，肉体的痊愈，希望在燃起。主，看见你在贫乏人群中公义，看见你亲自代替一切失去，忧愁已挪去，生命有意义，你的爱永不止息，毫无保留，为我牺牲到底，你的话坚定不移，超乎想象，成全神的旨意。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入人群，放下权利。我愿意见证福音，随时随地看见呼吸。我愿意跟随耶稣，走入人群，放下权利。哈利路亚！我愿意见证福音，随时随地看见呼吸。你的爱永不止息，毫无保留，为我牺牲到底。你的话坚定不移，超乎想象，成全神的旨意。你的话坚定不移，超乎想象，成全神的旨意。这首诗歌是牧师上个礼拜刚刚完成的曲子，也透过不断在预备这些讲章的过程，看到耶稣的眼睛在看什么，体会到耶稣的心意做什么。所以感谢主，透过这样的连结，让我能够更知道怎么样带领永光教会走上神的心意。
我相信这是神喜悦的。神要给我们眼睛，让我们看的不是败坏的，不是龌龊的，不是罪恶的。神要我们看到的，就用圣洁的手举起来，成为祝福在所有的事上。阿们。因为如此，神迹就要发生了，一切不好的就要转化为好的。阿们。因为神创造里面都是好的。阿们。所以属神的儿女的眼光看的都要是好的。阿们。所以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不管在你的婚姻上，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面，你凡事所看到的，你都应该宣告。因为神既让我们看见，就有他的托付在你我的身上。阿们。让我们用祷告，用信心支取神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那神迹奇事就随伴着我们了。阿们。愿神祝福我们。你跟隔壁说，看见就为他祷告。来，看见就为他祷告。再说一次，看见就为他祝福。看见就为他祝福。阿们。请坐。哈利路亚。接下来我们要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比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兄姐请起立。活泉，生命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比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比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你。请坐。信息分享，我们请牧师来主持。消息报告。感谢主，好，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一起来敬拜神，领受这美好的从神来的话语，我们在里面封存起来，在这一周都够我们用。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小组的铁三角同工呢，我们有一个说明会也是一个训练，所以请我们同工呢，等一下呢，礼拜完之后到4楼。好，再来就是我们马上礼拜6呢，我们的今年的第一次的生命更新营，那礼拜6早上9点准时开始。那我们这些报名的这些的学员呢，8点半就要来开始来报到。
感谢主，让我们现在的整个永光教会的培育学校，我们现在开始呢因为我们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已经培育到某一个阶段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培养养成很多的同工起来，所以可以开始来分次了。也就是我们的教会现在呢，都开始开放给其他的友会来参加。所以现在呢，有大概4间的教会呢，他们是牧师带着他们的长老来参加我们的培育学校。所以3月份的礼拜6都是我们的营会。那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来为我们的培育学校来守望，让讲师、让学员呢在这里能够得着，也带回去他们的教会，能够使他们的教会得着建造。阿们吗？感谢主。好，再来烈火特会呢，我们去年参加了烈火特会，很多弟兄姐妹呢在这当中呢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在6月11号到14号在和平篮球场，这是新店行道会所举办的。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可以来报名。也许有很多天，那个时候刚好是端午的连假，你可以抽1天的时间来参加。神的话语呢更多量、更大量的注入在我们的里边。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的环境，我们就更知道如何站立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牧师来鼓励我们报名参加烈火特会。我们这个礼拜呢，我们的祷告殿的点召呢是召得小组我们期待在我们的祷告殿呢，每一天的祷告有弟兄姐妹在那里不断的那个炭火呢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这个礼拜呢，特别的福分是在召得小组的身上。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呢，也同样的来到教会呢，记得我们就到祷告殿为世界祷告，为教会弟兄姐妹祷告，为牧师祷告，为铁三角同工，为长子祷告。阿们吗？越祷告我们就越蒙恩。好，礼拜6的晚上呢，我们都有联合圣歌队，特别在为复活节来预备。那我们这次有参加在联合圣歌队，现在有参加练习的弟兄姐妹来举手一下，来牧师看一下。好，放下。我们还期待可以更多人来参加我们的圣歌队，因为呢，在复活节我们的一个献唱呢，是表达了我们对基督复活的那个坚定的信仰。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时间上面呢，牧师呢邀请你拨时间来参加联合圣歌队，有非常棒的指挥老师，然后有非常棒的这些的团员跟我们一起学习哈。所以呢，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欢迎你来参加圣歌队。感谢主哈。好，接着我们儿童舞班呢，礼拜6要开始了。儿童舞班，我们儿童舞班呢是非常的对孩子们的品格还有他们自信心的学习是有极大的帮助。所以你的孩子呢，如果没有来跳舞呢，那真的就跟不上潮流了。好，因为呢，透过跳舞呢，他们可以更明白神所给他们的肢体。那我们现在呢也看到很多的孩子呢进入高中，他们进入到热舞社。那牧师呢更鼓励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就在教会的儿童舞班来建立他们对于这样舞蹈的一个热情。好，所以呢鼓励你的孩子赶快来报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快额满了哈，我们快额满了。好，然后呢阅读营是在3月10号开始哦。阅读营是礼拜3中午呢，孩子来到教会，然后在这里吃饭、吃中餐。吃中餐完了之后呢，他写功课，写功课完了，老师呢就给他生命的教育，然后呢带他做游戏啦，带他演戏剧。你去哪里可以学到这么多？而我们在教会里边，老师就这样中午呢把他们接过来，来到教会之后吃午餐，然后老师呢还要去自助餐那边骑机车去把午餐拿过来，然后呢分给孩子们，然后孩子们自己打菜来吃，非常的快乐。然后写完功课，然后呢老师呢就关心他们，一直到下午5点，就将近5个多小时。而我们的教会就有这样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把他们的时间奉献出来，来陪伴这一群的孩子。弟兄姐妹，如果你闲在家没事做的，
你来跟我们的教育干事、我们的会宴来报名，不然你在家不是睡觉就是吃东西，不然就追剧，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好不好 ？OK， 我们孩子的生命都很需要我们陪伴哦，哈，所以我相信你可以做很好的陪伴。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就是那个最好的陪伴者。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宣告，感谢主。再来，好，那我们4月11号呢，有一个复活节之前的我们慎终追远的祝福的纪念的祝福礼拜，所以呢，牧师有报告过了，我们的亲人直系的哈，你的父母亲阿公哈，就是直系的。那我们可以提出他的相片名字，然后呢，家族当中要有一个人代表人。那我们在4月11号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慎终追远，来追思。所以呢，这个跟过去我们民间宗教的一个传统呢，要拜拜啦、烧香，我们有别于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呢，既然受洗了、信了主，我们就用神所要的、他所喜悦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祖先。那是直系的哈，所以呢，你要提供资料，然后呢，你那一天4月11号不是只有你代表来，你要邀请你的家族，孙子啦哈，然后其他的这些弟兄姐妹，邀请他们来到教会，他们就可以了解原来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他们就会认同你。才不会在你的信仰上面打击你。所以呢，勇敢的开口来跟你的家人邀请来参加我们祖先的一个慎终追远的一个祝福。好 ，OK。哇哦，明天呢有一团的人呢要出去玩，永伟牧区。那7点半呢准时在1楼来集合报到，我们8点准时出发。逾时不候，跟旁边的人跟他说逾时不候。好，我们总是要在时间上面是要懂得来尊重大家的时间哈。好，然后呢，明天的松年牧区呢，好，暂停一次，继续来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的清华兄仍然在永和更新，还有我们的文信哈，文信有没有在这？我今天有看到文信呢。好，文信，我们都为你祷告许久，神已与你同在。今天看见你，非常的高兴。我们用掌声来恭喜他，健康的出院，然后健康的走到永光教会，可以跟我们一起敬拜啊！哇，我们很想念你，你的小组员更想念你哈。好，那我们呢也来为慧华的母亲素梅姐妹哈。素梅姐妹也为她的手术能够来祷告所以如果你的家人他们没有信主，但是呢你信主了，他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面遇到困难，你要记得把他提到小组里边，让小组来为他祷告。如果你觉得需要在主日的礼拜，那你就都透过你的小组组长来跟我们的教会这边来提出来，我们都会为他祷告。好，你有没有渴慕得着更多的祝福？有吗？有的话，大声说阿们，哈利路亚，阿们。这个就是从神来，他乐意给我们。好，再来。好，我们今天有没有久没有回来聚会的弟兄姐妹 ？OK， 好，我们都跟旁边的你跟他说，跟你聚会真是享受。上帝大大祝福我们，一同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一起来。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带着喜乐，每一天有盼望。一起来，耶稣爱你哦，耶稣爱你，爱你，让那爱围绕你，喜乐，喜乐充满你，烦恼
love you， 来跟旁边人、跟远远的人来跟他们挥一挥手。I love you，I love you， 感谢主哈，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里面就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我们仍然站立起，牧师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但愿耶稣医治的双手、祝福的双手，以及上帝无比的恩典、圣灵的引导，叫你们天天活在他的恩佑、光明的道路上，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请坐。